喺香港，透過婚姻監禮人註冊結婚，其實好方便又有彈性。無論你想搞一個靚景小型婚禮，定係簡單儀式，婚姻監禮人通常係律師或公證人，都可以由遞交已結婚通知書開始，一路幫你處理到正式註冊。第一步就係交已結婚通知書，可以親身去婚姻登記處，或者交俾你嘅婚姻監禮人代辦。要提供雙方姓名、生日、職業、住址、婚姻狀況同身份證明文件。如果未滿21歲，就要家長同意。通知書公開15日後，喺問題就會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，有效期3個月。之後就係最重要嘅儀式部分。婚姻監禮人可以喺香港大部分地點主持婚禮酒店、花園、辦公室都得，只係唔可以喺婚姻登記處同宗教場所。你哋要有2位見證人，並按法律讀出承諾同誓詞。完成儀式之後，監禮人會代你登記婚姻，同政府證書一樣具法律效力。日後改名、申請簽證都會用到。總結：揾婚姻監禮人，郵遞通知到講誓詞，大約30日就搞掂。記得上入境處網站揾認可嘅監禮人。祝你哋百年好合，幸福美滿。